Hello，歡迎嚟到 ARA 嘅理論課。Accelerating Reading Abilities 係由 Dr. Leung 喺2003年同協康會當時嘅 Senior Speech Therapist Yvonne Lai 女士一齊合作嘅 QEAP Project 嘅成果。多年嚟經過唔同年代嘅言語治療師嘅建議，不斷去改良，變成咗今時今日喺理工大學言語治療所呢一個比較多人採用嘅模樣。其實唔同嘅言語治療師喺帶 ARA 嘅時候，都會加入自己嘅 style 或者係 elements， 令到 ARA 可以更加切合佢哋嘅 clients 或者係工作 settings 嘅需要。但係到底點樣可以加入自己 style 或者 elements， 令到成件事可以更上一層樓，而唔係立亂將啲嘢炒埋一碟，變成一個攞你命3000？你需要首先學習 ARA 背後嘅理論。事不宜遲啦，等我接住落嚟為大家介紹 ARA 嘅理論啦。